各位標迷大家好，我係 Winaway Watcher 阿 Ben。今日咧，我哋嚟繼續介紹咧 Omega 海馬系列嘅經典潛水款啊。上集咧講咗青銅金款啦，今日咧輪到講另外兩隻人氣款式啊。首先咧係灰色嘅標盤襯不鏽鋼標殼，另外一隻咧就係黑色嘅標盤再加橙色嘅點綴嘅無日曆版本。如果咧你中意現代潛水設計啊，呢兩隻標咧就絕對值得留意啊！我哋一齊嚟睇下佢嘅細節啦。首先講嘅係210、3042、2006、002，香港官方公價51,300， 42mm 嘅標殼。呢隻標嘅亮點咧係用咗5級鈦金屬嘅標圈，用激光咧刻咗潛水刻度喺上面，正面浮雕嘅設計咧好有質感啊！標盤咧用咗個好特別嘅顏色啊，用咗個灰色嘅標面，直紋拉絲處理，簡單低調但有型格。標殼咧用咗不鏽鋼，內容防刮，直徑咧就42mm， 厚度13.6mm， 甩 to 甩咧就49.9， 標耳之間嘅闊度咧就20mm啊。嗱，呢個大細就適合大多數亞洲人戴㗎啦，唔會太大，亦都唔會太細。雖然感覺上42mm大家會覺得大隻啊，但係戴上手一啲都唔會覺得大隻嘅。藍寶石水晶鏡面做咗個泡泡鏡啊，即係一個凸鏡嚟嘅，咁啊一個卡式啲嘅感覺，做埋呢個防反光處理啊，咁啊睇落去咧標面咧都比較清晰。機芯咧用咗 Omega 嘅8806自動上鏈機芯。動力儲存咧就55個小時，經過天文台認證，每日誤差0至5秒，防持15000高斯，每小時震動25200次啊！機芯咧做咗個阿拉伯風格嘅日內瓦條紋啊！接住嚟講另一款210、3042、2001、018，公價同樣都係51,300。呢一隻咧係2025年嘅最新款式啊！無日曆嘅設計，加咗橙色嘅點綴，好有活力啊！潛水標圈咧有少少唔同，用咗黑色嘅氧鋁陽極氧化鋁材，配埋白色嘅 Super Luminova 嘅潛水刻度，夜光效果好靚啊 ！size 咧同頭先介紹嘅鈦金屬圈嘅一樣啦，都係42mm。機芯同樣都係8806機芯嚟嘅。咁呢隻標個感覺啦，冇咗個日曆槍咧，整體個標面咧會感覺咧更加乾淨啊。同埋呢個款咧用橙色做咗點綴啦，呢個新嘅 Seamaster 嘅無日曆版本嘅新成員啦，比起傳統嘅黑色標盤啊，加咗橙色嘅元素啊，更加有個性啊，適合年輕嘅用家啦，或者想突出自己嘅朋友啊。無論你係低調中意灰色啊，定係中意有個性嘅橙色，呢兩款 Omega 咧都值得你去關注。如果有興趣個標迷咧，就歡迎咧 WhatsApp 俾阿 Ben 查詢佢個優惠詳情，或者約個時間上嚟我哋尖沙咀個門市親身帶下上手睇下個實物。今集介紹就去到呢度啦，多謝大家嘅收睇。走之前記住俾 like、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